呢個馬匹深紅紅攞出去外邊啊，大外檔嗰邊見㗎啦，仲有星運笑着啊，後啲先有金鑽精靈啊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順善寶仲有少少嘅優勢啊。咁啊外邊好飛一鼓作氣中檔冚上嚟㗎啦，中間位置仲有超越夢想啊，埋邊開心5月揾到位，中間有超旺財，出邊仲有㗎考眼光，外邊位置仲有隻深紅紅啊，最出金鑽精靈，最後100零米埋邊開心5月，中間超旺財，出邊深紅紅相當接近，入邊仲有創科群英贏馬嗰匹埋邊。開心5月呢，係咪佔先少少呢？入邊仲有些少嘅優勢啊！外邊深紅紅係10號，中間超旺財，咁啊最入黃衫創科群英，外邊金鑽精靈都有份衝喎。究竟邊隻到終點先啊？到終點先係2號開心5月，但係第2名就要影相啦。深紅要攞出去啦，係武林至尊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肥仔精神夠大步夠大隻出咗嚟先，見到後邊嘅馬鐵甲縮龍追啦，中間灰馬龍游生上啦，中檔紫色眼罩紅衫紅當當追啦，外邊位置仲有威威父子啊，最出嗰邊呢仲有隻武林至尊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紅當當頭出咗，埋邊龍游生追，外邊威威父子上緊嚟，中間仲有極速之子快樂老窩大外檔武林至尊接近終點，好運1月1頭場賽事鐵甲縮龍係咪到先呢？外邊追上嚟嘅馬有粉紅衫嘅極速之子，出邊紅衫仲有快樂老窩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鐵甲縮龍閘後呢，呢隻馬真係定咗好多啊！北半球馬係咪到先呢？第2名好近啊！壓落去嗰下呢，粉紅衫嘅極速之子好似壓咗落去嘅，出邊係紅衫嘅快樂老窩。咁啊，中外檔衝噶嘛，有紅當當焦點啦，同埋旋風傳奇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工程小子拋離後邊嘅對手有3個馬位喎，內欄追緊上嚟噶嘛，有全神貫注，中間金鑽精靈，後多層智醒大將喺馬林中間追，出邊紅衫仲有隻紅當當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工程小子唔多啦，埋邊上咗嚟，有全神貫注，中間劍無情，出邊智醒大將接近終點第1名要影相啊，中間劍無情。外邊智醒大將，內欄全神貫注，第4名就肯定啲嘅金鑽精靈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工程小子最後200米仲係威係勢，但係最後幾十米風雲色變啊！埋邊全神貫注，中間劍無情，出邊智醒大將，3隻到線先，中間劍無情，出邊智醒大將嘅馬呢，中間位置就輕馳千里嚟㗎，外欄啊年少多好啊，咁啊後多層啦，響入邊有路勁啦，咁啊價值傳承啊紅眼罩追啲啦，追入仲係好評如潮啊，馬林中間英雄豪傑再喺入邊會長之寶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見到透出嘅話仍然係輕馳千里啊，後邊馬路勁響第2位，入邊位置追嘅馬呢，仲有呢隻就好評如潮追上嚟英雄豪傑，夜馬嗰匹相當接近啊，咁啊會唔會有啲新鮮感喺從化翻嚟嗰隻呢？英雄豪傑藍眼罩追上嚟，依家10號輕馳千里仲係透出埋邊位置，係好評如潮，接近終點真係相當接近，要影相。差唔多3隻同步到終點啊！嗱，呢一步都仲係英雄豪傑，到線嗰步，哇係好近啊！最出邊有粉紅眼罩巴閉佬啦，等入邊呢仲有快樂佬喎，掟出去外邊追係輕鬆大笑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順善寶接離咗大約1個身位到啦，埋邊有多彩多姿啊，中檔冚噶嘛，有天喜運紅黃繽紛，出邊仲有東方寶寶馬林，中間呢就快樂老窩嚟噶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順善寶已經走甩咗1個身位，紅黃繽紛越逼越近啊，出邊位置仲有東方寶寶快樂老窩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，埋邊位置係順善寶，咁啊一路咧慢慢上緊嚟，9號嗰匹係東方寶寶63嘅，中間夾住仲有黑色鼻箍紅黃繽紛姍姍來遲，外邊歡樂佬喎，睇下邊隻贏啦，埋邊順善寶，外邊東方寶寶，咁啊中間夾住嘅馬呢，仲有紅黃繽紛啦，出邊追上個紅衫係快樂佬窩，大外檔粉紅衫係眾星啊！順善寶贏啊！跑第1就方家柏莫雷拉，第2就東方寶。等入邊紅衫咁啊，有呢隻呢就係正本唐心啦。中檔位置仲係有備而戰啊，粉紅衫後呢個馬匹啦，喺個馬林裏邊揾緊位啊。咁啊見到呢隻呢就係跨境寶馬，最出嗰邊係非凡浩傑啊。最後200零米，人和家興佔先啊。中間位置有包裝天王啊，再邊一陣風上嚟啦，就係呢個跨境寶馬，中間仲有隻有備而戰啊。最後100零米到啦，咁啊中間佔先係呢隻有備而戰，拍住埋邊人和家興出邊。仲有呢隻跨境寶馬入邊有包裝天王，哇！其實4隻馬都好接近啊。不過第一眼望落去呢，
粉紅衫有備而戰呢，好似佔先啲。埋邊人和家興又未散得晒，出邊黃衫係跨境寶馬，馬林裏邊咁啊4隻馬平排入邊啦，藍白環間衫係包裝天王啊！贏就7號有備而戰，第2呢真係要影啦。佢再埋邊偷位上，有呢隻就爭有啦，唯美主義啦，中檔位置係農民邊影啊，響外邊追有升價，大外檔99為尊啊，最後200位到啦，奔放依然係佔先1個身位，唯美主義響中檔第2，滿心星中間追，攝入邊上有財有勢，大外檔殺上嚟99為尊，中間仲有農民邊影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非為僥倖。似乎響中間就透出咗嘅，咁啊要影相啦。外邊有黃衫滿心星追，埋邊7號係奔放，再喺埋邊5號藍帽嗰隻就有財有勢，大外檔99為尊，贏嗰隻係咪非為僥倖呢？好似真係喎，非為僥倖。入邊移出嚟中檔啦，黑衫綠色帽係呢隻賢者威風啊！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喵喵怪啦，馬林中間係勇敢孖寶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，蕭盈喜仲係佔先少少嘅，勝多多就開始推進上嚟㗎啦。見到中間位置賢者威風叫緊位，中間有理有我，出邊線路達飛大外檔，仲有呢隻過關勇士啊！最後100零米，蕭盈喜仲有優勢喎，內欄忍者傳承，中間有呢隻海南寶，外邊追上嚟過關勇士。贏馬嗰匹似乎埋邊，蕭盈喜有機會到喎。內欄黃衫黃帽有忍者傳承，中間13號黃衫藍帽海南寶，最出呢仲有紅帽嗰隻過關勇士都衝埋上嚟啊！今場賽事又係好刺激啊！7隻過終點啊，一齊蕭盈喜個頭就突咗出嚟㗎啦，佢贏馬㗎啦，第2就好接近啦。大外檔呢仲有隻閃光燈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同心同樂佔先，正極第1隻上嚟挑戰啊！中檔位置仲有勇冠群英追啦，中間位置呢就大眾福星啊，外邊追上嚟㗎嘛，仲有天福啊、火悟空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，同心同樂仲有優勢，中間大眾福星上緊嚟，入邊仲有勇冠群英啊，外邊天福最出嗰邊仲有隻火悟空，最後100米到，同心同樂佔先，勇冠群英上嚟追佢，出邊大眾福星贏馬嗰匹相當接近啊，埋邊。同心同樂到唔到呢？中間紫色眼罩勇冠群英亦都逐步逼近，外邊灰馬仲有隻大眾福星，3隻馬一齊到咁滯喎。中間夾住有飛馬先生、天福，亦都近㗎。尾場賽事好似同心同樂到線先喎，勇冠群英係粵港之區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燭光晚餐拋嚟咗一個身位啊！幸運星球係咁內閃挨入去啊！天星夠唔夠位撞到出嚟呢？中間呢個時候輕功猛男上啦，外邊仲有安康萬里啊！選入邊上嘅馬呢，仲有加樂龍區啊！最後100零米幾馬平排衝刺，天星已經係透出咗，外邊安康萬里上嚟，入邊加樂龍區，出邊仍然威風，接近終點第1名要影相啊！外邊粉紅眼罩係安康萬里，最出係仍然威風，串入邊內欄上加樂龍區，埋邊藍衫係天星啊！數多次埋邊數出嚟，加樂龍區天星有安康萬里，粉紅眼罩，出邊綠衫仍然威風，幾隻馬接近啊！又係尾場鬥得好好睇喎，邊隻贏呢？